该你还别哈小对哦，站在方哥旁边，有哦。阿公，我是在印什么东西？我要这个东西听懂。母女连心。Happy 彩喵喊记得吗？喊記得嗎 Happy birthday 嗎 ？Happy birthday！ 係咩啊？这是两母女第一次一起做菜。金菊姐，我们大概胜算有80%哦。顶中形容办到阿婆讲哦，昨天都穷下送节目哦。然后我想到，哎，我看因为会做菜的也没几个，他们都会看节目啊。有用嘅老公，我特別做動漫啊，呢嘢特別樣嘅。哦，真係。妈的意思。客家美食青銅派。料理讓人愛情愛。大家好，我係陳明珠。大家好，我係莊伯強。耶，新嘅一季開始了。又甜吼。當然，最主要呢，你看到啊新嘅入樣棚當中啊，打造出一個像係屋下嘅做下嘅感覺。李亞白莫強榮呢，邀請他們來到攝影棚，有啲國家了嘅感覺呢。冇唔錯，而且今日呢來到現場，參賽一啲來賓啊，當厲害哦，全部係靠上映吃飯呢。那就跟我們差不多啊。是正經嘅聲優咧。我說了沒有？剪掉。好啦，現在分享今日嘅總不是。好，來分享到馮翠一導演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咩？大家好。放歌好，當條冇看到咧。首個咧分享到係林選主林師傅。大家好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馮翠嘅參賽者係我嘅好朋友哦。好姊妹。好，來分享到嘅係鍾麗香、老廖芳穎、香香老芳穎。兩姊妹啦，兩姊妹。真的，這個應該是姐姐啦，哈。錯。係我老妹哦，好安好呢。好，稍稍來看一下我咱處理一片嘅來賓，掌聲歡迎來自南中嘅龔慶忠，還有嘅阿波。歡迎兩組哦，剛剛前輩呢有講到兩組嘅來賓都係靠上映食飯呢，我先來隆重的介紹一下馮翠雅導演。妹妹，香香妹妹。哪一位？自己舉手。香香妹妹，大家一定看唔出來，佢哋係係母女，這樣反而比較吃虧一點點。姐妹，香香姐哈，其實呢做下嘅客家廣播要超過30年嘛，要超過30年，可以來忙30歲。他從負12歲開始做的。係啊，做咗30年，得過青島金鐘獎嘅肯定。你兩曬前輩啦。係，兩下已經係欣賞又係評審，都讓下你到台中嘅交通工具當中都睇得到佢嘅成績。係啊，唐公方穎也是聲優吧？冇錯，呢度面對水來人過水啦，哈，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。真正係是本來厲害，標準神色，美學不錯。當然呢，當厲害佢本身呢，咩係宣傳師，都是之前很多北一女搞客家話，姓上好，姓上好。是不是姓上？啊，你們今天兩沙收紅豆店該去買東西啊？一興係嘅，屏東灣蠻個有名嘅 Coco 啊，個有名呢，得到世界嘅金牌哦。世界第一名。大家都記得一個瑞士有青島嘅烤客力，唔講我哋屏東嘅烤客力真是係全世界第一名哦。歡迎大家來去屏東，除了是灣滿竹卡、灣滿竹腳，包括去屏東可可莊園去老料哦。有沒有覺得很像導覽員？對，我以後到地度都在食，而家咩做補充老太下小嘅，一其實係當有監測嘅經濟作物，而家變動數來賺錢㗎嚇。強嘅冇中誒，就來種嘅溫哥種 Coco 啊，有沒有做一些？做的。果然是女明星呢。我本來想講看明珠哦，這個雅氣霧霧嘅感覺。那個米西。那就董強，而且我這個因為是冇調過誒，不是係原汁原味，而且現在都加個油脂。哦，對，可可的油脂哈，各有營養哦，可以對亞為心臟規劃心血管動好。但係兩梅水正經富香香哦，香到差唔多像中壢香一樣香。超香啊！香哦。不過香香姐太謙虛了，其實佢本身呢就當會做菜。係啊，佢好煮菜喲。係啊，唐記講法後，當中咧唐公婆冇想去準備，可是我們時間有限，哎，有再講下去，真係冇辦法煮菜嘅，先對我一下。先去看一下咱處理一片。我唐公今日兩沙吼。
阿婆穷下来嘛。系啊，你要今天在阿婆面前，在我们2300万的观众朋友面前唱一首歌献本阿婆，系冇？系，去得到动都会奖哦，他生活费都靠奖金呢。哪有没有？好啊，所以根本以后我到天时蛋糕带落一条个歌曲献本阿婆的按到买命。哦，也条歌按到一路向下，系从戏演，一路向下踏遍航道，千年大路，边行边笑边行边演，踏摆上到专业嘅梦，把灯夜光，童年的歌带爱转播。哦，什么台歌？比我的歌好听耶！好，换你打歌一下哟没。关系，我觉得你唱得懂吼。不过我应该还做嘛个，莫对阿婆来闯哦。阿婆被晾在旁边。我跟你讲，盛荣哦，真紧非常的优秀哦。啊，根本嘢咯，我小解一下，你自家的家乡啊，家下讲来自苗栗嘛。系啊，大摆你过年嘅时间我去铁山，就是四条山。四条山，阿婆就会扫给哈。哦，了摆公园全家去四条山了。哦。有水帘洞啊、望月亭啊，全部以后啊。哦。你下看到嘅相片，很美，就过年时间嘅全部看见一起去爬。系啊。那心中你是哪一个？我在比较后面呐，第二。你是另外一座山上吗？因为阿公阿婆记得比较身体不好，没有跟着爬到最上面。哦，去到苗栗跟南庄就听就会去到四条山，这个算是你们全家人共同的一个记忆啦。冇错，对不对？今年就会老了家家乡的美食，用到你的食材，要煮菜地摆度，对吧？平常有做菜吧？阿婆。你推给他什么意思？他比较常煮啊。爱弟嘞，唐太家故事剧还有爱弟，今天算是一个2对1的比赛。就会是又给阿婆会走啊。没关系，等一下看一下，冇听错，选中会带来冇强容嘅这种精彩的惊喜哦。唔过呢，基本呢咯，唔係比啊嘅鐵山，唔係比嘛嘅好料好睇嘅，係真嘅來比賽廚藝嘅。馬上，我哋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三下來嘅單元呢，按到向前變困啊！也意思呢，就會有來看下 PK 啊。體育館哦，主要靠嘅主題就按到看應用辦公。等下兩組哦，會先來排出一三個代表。我們往前一步，好不好？要剪刀石頭布的，最香的。來，等一下剪刀石頭布以後，讓個該錘做啲先來決定哪一組先攻還是後攻。現在開始了，剪刀石頭布。先攻比較，太先攻啊！後攻，或者後攻。講，等下熱生音哦負責來講，另外熱生音哦負責來主持人強下來彈。總共比賽時間有3分鐘，到個3分鐘地步度哦，回答正確題目嚇到個解錘，就做得先得到1分。好，冇問題，你的專業。啊，對吼。準備好了嗎？好，做得。馬莎負責來講，你來講吼，還係你來闖。我不要弄自己的隊友了。莎莎來，開學生，大學生一定會玩吧？走的。好，可以啊。好了，計時3分鐘，請開始。用什麼嘢來為送乜嘅？風蘭，大概是又起風啦！左上衣為什麼嘅？面線蘭，蛋糕，給兩個。兩隻屎，用火來張伯謙你很愛的。開，我好學蚵仔煎啊。沒，兩隻屎衝。你拍。唔錯，也是有就是烤嘅。動向，全部都有。地香腸，唔錯，我答對了，我老鼠屎。好，有兩隻屎，你隻屎係凍醬嘅，明珠。不錯了，這題 pass 好了。好，下題。阿公凍好食，
肉。哦，这是你们的默契了。动好水的。孔肉，没，没错。猪脚，嘿，冇错。两只是系呛嘅，我不用到剩下剩到1分钟。 1分钟哦。提味的，冇错，嘿。醋吗？妹，增加汤头。新用嘅，不用嘅，用菜繼續。三隻事，三隻事，平常會食，平常唔會食啦，我是不會啦，男生才有的。男生啊，蓋下輪。好，黃色嘅水果兩隻事。你可以說哪一種動物喜歡？黑尾動好食。黑尾，用繼續。答對。下一題，給。時間到。公蓋公，蓋嗎？蓋輪。時間到咧。哦，拍公。時間到。來，先歸位。啱呢個聽不怕，他們用幾波耶，默契很好。你等一下分工行動吧。我們要怎麼樣？分工嗌嚟講，好，唔來團，好，那我唔一個。我冇。會驚哈，會驚哈。不好吃的有什麼東西？唔怪好吃的東西，聽到。早餐店哦，可能會出街食材哦。金學姐，幫我比一個。目標是幾題12題。好的，你講嚟哦。你看佢腳步去到冇強龍，明對嗎？他是真的有。好啦，大家準備好，比賽開始。唔怪好食的，改怪好是豬肉。唔咩？兩隻是。新香料。辣椒。係錯。下一題。哦，有嘅新竹個有名嘅面。錯。面花瓣。新竹啊，錯。錯。好，我哋過年嘅時候要做乜嘅？拜通呀。三加十。天公。你說拜錯了。拜祖先。下一題。好，我哋講好，什麼嘅過年嘅愛乜嘅？快一點啊！慢，下一題。好，我怪我食嘅呢種嘅一隻拍嘅，董事個有名嘅，總鋪個有名嘅。東市買駿馬。哦，西施買安批。聽講呢個傳到誒，食火擺嘅時間，我怪好標嘅。這種速度就對了。我標嘅，拍實。金針菇。下一題。我哋瓜子時會準備乜嘅？拜牙。神ing唔咩？豬肉。辣椒。不辦那個一啲東西係乜嘅？哦，甜板。我錯嘅。甜板。馬該什麼？我哋叫乜做馬該食？下一題。哦，又係跳過去。我哋過年因為屏東個有名嘅啲東西，水果。馬告。唔咩？是黃梨。下一題。好啊！依乜嘅啊？好食嘅一種嘅薯味嘅一種嘅東西，你嘗試過係好乜嘅？對。無花豆。屏東最有名嘅水果係咪？灣門最有名嘅水果。頭開手。下一題。不好食嘅一種嘅東西。唔怪好吃的東西，聽到。母女連心。太上飯係乜嘅？有乜嘅食？做沙拉啦，做沙拉沒做的，選苗狀哦。我在做牛排。青瓜。4、3、2、1。做咖喱食過邊個？咖喱飯過做咖喱。你們家咖喱飯放魚幹嘛啦？真是啦，人家都是變。咖喱飯放什麼魚？咖喱飯過邊個？生氣呢？你們已經超前太多了。太強了！我走心了。幾題啊？你們該不會是6堆的遊戲王代表吧？11題。11題。
大家好。第一关题咯，第一关题。是第一关嘅主题啦，抗英勇办公，最後嘅結果係民主隊得到1分。好，唔過呢，也上係第一個考驗喎。來，接下天氣館嘅考驗。實在係太神奇咧！3號嘅挑戰係乜嘅呢？有請阿菊師傅。好，3號嘅 PK 係色彩團看下咧，係考驗大家對色彩嘅認識。你阿遊戲用用辦來講咯。那個遊戲呢係講，第一度呢本大家有個題目提示給大家，然後就本給來大家來猜這樣。哦。啊，它是3戰2勝制。3戰2勝制以後就得到1分。哦，1分，好。你把欠出要加油咯，好不好？氣勢先出來，預備起。耶！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好好，沒準備，沒彩排，好不好？不隨便亂 Q 的。紅隊有冇信心？有。紅藍隊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好來，各就各位。好，大家人準備好了哦。好，來公布今天嘅色彩，噔噔噔噔，兩個係早餐店，哦，可能會出嘅色彩哦。太多了。早餐店嚟哦，食起來香香哦。薯餅。沒。好，早餐店奶茶。沒。面包。唔錯。黑面。沒有。黑粒蟲、洋蔥。哪有啦？洋蔥是早餐店。有啦。早餐里面的呀。好了，运動音難用一些。好，下一位。油條。金菊姐，幫我比個，等一下，給我們一個畫面。哎呦，預備起。真竟然油條啦！哦，大家恭喜藍隊得到分數，啊唔過呢，3號來看一下我們第2項嘅色彩咯。好，來，噔噔。哦，兩個係一種米色。米。他個米是凍豆呢。等下，準備好嗎？哦，好嘞哈，好嘞哈，開始。飯條。唔錯。菜包。唔錯。鳳飯。咩？板人。唔錯。魚蛋。又窮啊哦，啱講唔錯。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。晚餐。哦，唔錯。好馬雞咯，那個好唔錯啊。下一位，兩片，好，羅馬莎，好，民主三角形。三角形。我知道，三角眼。唔錯。下一位。沒道理呀。喂，保護好。三角形的名詞不就三角眼？好，羅馬莎，我先。團剛才就講過咧。係哦。那如果是預飯團會生氣哦。3、2、1，講。冇下一位，冇嘞。你沒有猜啊？你有講嗎？鹹蛋飯啊，三角形。水晶餃。唔錯，好，加油啊！中哎。叫強入嘅，三角形嘅嘛，有嘛，有三角形啊，有第3分鐘嘅色彩，看一下，兩個係呢電影下嘅果子。果子。不雞蛋呢？沒。哦。電影下嘅嗎？草莓。沒。電影下咩？3、2、1，唔錯。可可啊。沒。tomato。為什麼？細細粒的。答對啦。tomato 啦。男裝掌聲鼓勵一下。哇！來，站回來。這個已經太難了。他講到可愛就想到番茄，藍翠真係挺厲害耶。嗰隻擺本男裝加總上鼓勵啦。好厲害哦！電影下嘅出隻
想到tomato，熊熊给走去想到呀个油条。对啊，最莫名其妙是说很可爱的水果猜自己的。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要再一个 Q 吗？ 中的，还是要说蓝队厉害。鼓手呢，也成绩已經出來啊！藍吹到風吹，個個得到1分。好，你係飄手哦。耶！不過行起來轉到主題啊，一家之主我來主宰。係啦。兩組嘅參賽者先來先看一下，馬上來看一下，今日齊師傅帶來好嘛嘅好料嘅，我來老太家分享。主廚素魯菜。 夜季當中呢，主廚除了會帶來好食料理外，最主要呢，各位參賽者同認真哦，因為等下到歌唱當中呢，另外一種普司機會來隨堂考，嘿嘿，就是這麼隨機，就是像我剛剛那個聲音，嚇死誰？就是這麼隨機。嗰時候喺講要猜對嘅話呢，就絕對得到1分咯，就前係1比1咯。好，先來問看下齊師傅，搭班你帶來都係派菜，係啊，有冇帶來係乜料理？黑皮。 Happy 脯松板猪，黑皮波脯是什麼？黑皮就是黑啤酒，happy 哦，開心露營開心，你進步按到 happy， 好啦，哦，你當奇怪呢？還有馬蓋，波脯係馬蓋，波脯係波特菇，你都會看過？我沒有看過，你還沒素食界和牛哦，素食界，英文甚至是地嘞，那個係很高貴嘅食材哦。還有個脯啊，波脯，菜脯。 哦，菜脯了係松板豬哈，了係松板豬，我要加啲桂花蜜，啊了係昆布鹽，昆布鹽哈，那都要開始咯哈。先來煎嘛嘅，人家都要先來煎個波特菇哈，你是用煎嗎？有些人菇是用非油煎，有些人有加油。你要放去煎嘅時實上，佢食起來會上牛排。哦，因為現在大家懂沖司嘅食安問題啊，菇類吃之前要怎麼清潔？開始用該紙巾出的時候咧，是這種菇才這樣嗎？每種菇每種會出的時候。啊，因為雞係肉雞，它是在那個溫室裡面，它是安全，因為雞係個菌種散出來呀，所以雞係。 好魚腎。那一盒那樣多少錢？差唔多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散渣差不多有200噶。哦，很貴。真的是和牛等級耶。有味道誒，有味道誒。有味道，有味道誒。我欣賞，做嘛？你之前用過的時間咯，是它的那個菌菇麵先下去。都做得，其實都做得啦。然後咧，我都要先菜脯落去炒，炒放去炒嘛。因為菜脯係濕濕嘅。濕嘅。 菇蟲會炒煎啊！哦，先洗過，洗過嘅蝦梅麼？所以我那個讓它轉解玫瑰鹽好冇？玫瑰鹽，這個再講一次。玫瑰鹽，玫瑰鹽。沒有，其實我引進門家門題，就是這個菇啊，給凍混啊，你用半地給熟也冇熟咯。它沒有熟不熟問題。等下啃熟的。哦，那你撒鹽比較均勻哈。 啊，你懂沒有？安你撒鹽。安好帥。哦，帥哈，安你真是做的安。因為有隨堂考關係，大家實力苦悶。只有一個金菊姐，現在保持沉默。我講啱，咁認真。我講啱，你啊炒飯去炒油啊，炒飯炒不嘅香味喺度出來。我講啱，你啊冇用油哦。冇用油呢？有啊，用油呢。你啊炒飯炒嘅時陣，話啱你啊松板，準講啱你啊冇用油哦吼。啊，松板油本身係下我講你不會上油呢。誒，有出水嘅啊，已經頭頭上嘅哈，但是差唔多地板差唔多有5、6分熟咧。哦。有啊有啊。 用糖上就啲哦，有蠻 juicy 哦，咁多水分咧，Happy 材料很記得嗎？很記得嗎 ？Happy birthday 嗎 ？Happy birthday， 係咩啦？負責為動態，你知道嘅？係哦，因為應該負責就是你洗碗，哦，每次都洗不到。再給我偷抱怨哦，有哦，真的大膽假設哦。 這是2母女第一次一起做菜，金菊姐，我們大概勝算有8成了。我所見到嘅松板豬要差唔多係熟嘅時間，我就會用嗰黑皮。哦，黑皮。黑皮係乜嘅東西？秘魯啊！啊，做乜嘅用秘魯米酒做唔得啦？因為用落去下黑皮。
哎，不过你啊，波特菇出了做得爱用干煎肉嘛，咱做得。做得用该烤该，像中秋节做得把该本给烤一下。烤箱吗？大概也可以用大概。中秋节还用烤箱啊？好没有过节的气氛。要有香啊，它什么东西都跟香有关。好，你看差不多按完先，按时差不多好嘞。你看佢水分是滴回来哈。秘鲁又要表下去。秘鲁，哎，那秘鲁，黑嘅秘鲁。秘鲁佢本身就该菌种啊，做得本肉的肉质很软化。那它的表上东西哦，哎，四色胡椒。哎，可能四色胡椒没有什么东西咧。哎呦，出题了。你讲大概啦，你讲大概啦。基本大家看一下哦，客家师傅话负责细细辣锅强，迄讲嘅迄嘛该意思呢 ？A. 坚韧不拔 ，B. 青出于蓝。哎呦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吗？先来剪豆小挑布，给听哪一组先来？好，那不然换年轻人猜。对，好，来，剪刀石挑布。好，欢迎坚韧不拔，压黑青出。你刚刚开场有 Q 到青出于蓝。你要知道他是老师，你看北英语的呢。信上。好，来，我选 B。金菊姐，你想选哪一个 ？B。你想选 B？哎呦，好。答案是 B。双马凯呢？因为那个负责啊，懂 C 啊，小小的，哦，它的辣度呢比这个姜还要辣，所以比喻说呢，这个能力啊胜过年长者，好，所以就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意思啦。哦，这个题目出的真好。对。啊，那我一方面就是讲，嘿，冰对水来冷过水，冰从水来冷过水，也是青出于蓝意思。所以其实这题我刚才有点怀疑，有点犹豫，因为毕竟胡椒跟姜是两回事，可是冰跟水是同一回事。对，所以。好啦，民主厨得多几份啦，你还2份呢哦。好耶！那么大家还是要记得，我们是做菜的节目哈，最后还是要加油煮菜哈，然后就安看。挑这个豆干墨鱼，安看你要稍微收一点水分的时间啊，人家就是教个灵魂呐，灵魂。本个梅头好冲这样哈，哇，按豆哦，你看本个是甜甜。人家真的懂得创意耶。冲了油啊，然后蜂蜜它不能过热，所以你看那它是的是一下啦，断火的，很多调味哈。主要就叫就好嘞。哎，然后四色胡椒。所以四色胡椒跟刚才的题目的关系是。它里面其中一个白胡椒是辣的，哦，对，它还有一个红胡椒是有果香味的，对。那个香菇、波特菇不用切啊，不是，很多水分呢。Happy 菜名喊记得吗？喊记得吗 ？Happy birthday 吗 ？Happy birthday！ 嗨，没啦。哎，家下喊就是红毛架豆诶，就会俩玩。还蛮哦，俩用当摆。跟嘛干？昆布盐。哦。昆布盐就应该当又香西去烧烤店呐，基本蹦灯穷下去，超好吃，而且一点点就好了。你不能贪心哦。哦，那剩下的都很矮了。好，外面很贵。差不多好了。黑皮波普松板猪。安永就好食咯。哇，动题菜嘞吼！哎呀，好，棍槌一下啦。请师傅先来哪里？两个一个人有一朵吗？冇半朵啦。做得具体一下，因为买个东西下多掉啊。好啦，大家共下来食咯。好来。那个应该是个最 juicy 的香菇哎。那是当然客家的拱油族，就是萝卜干，好吃的会香哦。要葱拌肉哦，蛮脆哦。重点是这个吃起来真跟黑像和牛一样嫩，它那个流出来的鲜嫩的汁有没有，就像是和牛的油一样。贝乐菇啊，真的是有屏东万峦巧克力的味道哎。有嘛？那个肉质非常的厚，然后它的水分也很多。那一般的菇呢，通常就会它多水分就出来。啊，不过大概做法呢，大概可以讲东后，就熟起来东后是，因为刚好舍的时间，就是有点爆出来，
哇，哎，冒烤鸭用雾雾呢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。太敢吃到青藕呢，我观众朋友都不卡地都做得来吃周坤呐。最重要那个的味道的灵魂有没有？像个桂花酿啊。 昆布盐啊，好这些就会懂出油嘅。目前累积嘅选择咯，民主厨地都系2分，北向厨地都系1分，所以等一下金强姐，你的战术我拿出来了，好吗？冇问题，好吗？冇问题啦，好啦。有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。 喺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打下來有一關呢，家家出好菜哦，係數到你所有嘅觀眾朋友請分享嘅一個單元哦。一直敲。我以為你嘅製作單邊呢，隨機來出題困啊，係用乜嘅食材來變出一最杯面一罐變好菜。係啦，所以你一罐主要考驗就係睇個八變料理嗰種能力。八變嘅東西哦，兩組全係強樣嘅。因為一罐地度呢，睇起來平常地度可能都會有。係。好，到底係乜嘅食材呢？睇起來當緊張。來，3、2、1，請開解哦。3、2、1，搶開開。就係隔夜盤隔夜飯。就是你講嘅 Q 飯啦，就飯。可是因為要食完的問題，老太強講到，要把它隔夜變成 Q 飯的話，保鮮還是非常重要。對。保持還係當重要嘅。現在看下風吹馬上擺做馬料理。香香嘅飯館，飯館係乜嘅咯？飯館係罐罐的飯嘛。有飯就會早早就罐罐，有飯館就會被本人講嘅油飯。有人結婚生子了嗎？這裡做的粥館啦。香香嘅油飯，南部嘅飯館。好，那我一樣問一下好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眼會按命咯，我嗌啷講，你一片慳下厲害，加一盤做啲變化出嚟嘅你，嚟盛容阿婆強下講出來，全面按到。客家煎飯餅，煎飯餅，因為應該凍好食菜譜，就是阿婆凍家為主，應該就凍好呀隻米頭，記住想講來做一道。順呢凍好食嘅東西。哇！那阿婆要不要笑一下？有點太嚴肅了。對，今天做嘅就係幸福嘅料理，要用愛來戰勝明珠隊，係嗎？係。來問一下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看起來呢，兩嘴都已經準備好水嘅哦，倒算3秒鐘過後就會正式開始咧。現場馬上來倒算，3、2、1。搶開始！哦，3個開始了哦。開始來。哇！來，先來做飯館，係嘛？香香嘅油飯。哇，方宇很會做哦。要確定哎。做得咖喱呢？哇，阿比毛，這個，我要跟大家說一下。一般都不卡地度食到嘅油飯有乜嘅香料？蝦米。還有咧。香菇，還有嘞，菜脯。哎，來，我們的香香嘅油飯有嗎？你們知道嗎？太多了吧！係啊，魚子，下重本呢，姐姐。冇錯，飯館會做成一個飯糰的樣子。哇！所以這個烏魚子不是飯前的小甜點。不是，而且你不能吃啊。走對啦。不行，因為你太胖了。哎，你下邊還小的哦，站在方哥旁邊，有嗎？方瑩最好吃媽媽做的料理係嘛嘅，很難選，我知道，選第一名。愛吃的麻油酒，麻油酒，朋友，剛才講的是2道菜嗎？對。一般的這種油飯沒有不用板頭吧？有，南部種嘅有。你期待上天是個處女秀，就會天為你嘅一家之主，真的。所以該不會哦，我真的大膽假設哦，這是兩母女第一次一起做菜。猛超，對，差不多是這樣。金菊姐，我們大概勝算有8成了。有小米嗎？有。好，我們先夠你看一下。好，去看勝算8成的那一組。對。
哎，你卡到动文呢？有。对啊，来很记得咯，因为我有一摆那个广播有专访形容，佢讲哦，佢连下午嘅放学就会大摆上演阿婆去大天发专题。那你最好是阿婆的料理，还嘛该？就会俩。哦，那个哦，但是哦，切的速度这样下去真的会来不及。对，要伯谦帮你嘛，就是很豆吧，就是很豆吧。阿婆刚刚跟你说要多一点。这是给空都给民众带下，台南多数都空都民众带下。对啊。你确定哦？你问一下阿婆，该量做对吗？哦，好爱啦。好嘞哈。你刚刚有皱眉头吗？好，我们先去讽刺一下，好，讽刺一下。香香嘅老公，你有做动漫啊？哎，你也特别痒哎。哦，真是。妈意思。什么？超慢的啊！他们的队长也在帮倒忙。没啦，根本没帮忙。你有闻到香味了吗？有哦，这个蜂蜜嘛，你很有哦。呀，没好，我的风这不会是樱花虾吧？真的樱花虾哦。东港吗？红葱头。哦。你发现你都要准备个翻管哦，跟撩动豆呢比翻下豆呢。错卡。错。煮日白哦，做啲雪加利白哈。对。呀，给等一下13年会有一粒饭团吗？应该不会像刚才吃一半的香菇吧？饭糜。那刚不多饭唔啦，呢個邊嗰度啊？呢個係拿不到啊飯嚇，可以包哦。哎呀，嘅有幾蚊那叫螺？係啊。不用等會哈。點綴啦。用的裝飾用。會不會放太少？係啊。哦。挺少哈。好。那我們再多2個。2個哈。你一定要相信明珠姐姐的經驗。好。因為今天方哥在。你要先控改片唔會好厲害哦，好嗎？我說過不是試吃環節。係啊。有味道。好了，那一起參與啦，一起參與啦。獨樂樂不如什麼？眾樂樂。改面看。好吃啊！這邊速度有點超前哦。這是稀飯嗎？誒，咩？我看起來該亂又大落去咧。黃金早飯。個地背度的膠水就會亂啦。那邊樣起來啊？你有生煎嗎？我呀，我煎了。昨天煎的很跑，昨天煎的。可能有總得加暗豆哦。我們這個是不粘鍋，等一下可能會試吧。我切，你不要再害別人了。好，你找你其他的縫隙來走。那不用我呀，種寶貝啦。好，因為那個不粘。為動態，你知道的。嘿哦，你比出來我就嚇到了。哦，因為應該負責就是洗碗。哦，每次都洗這麼大的。再給我偷抱怨哦。有哦。師傅啦哈。來，掌聲鼓勵。群眾形容班啦，阿婆講哦，昨天都窮下上節目哦。然後想到，哎，我看你會做菜的也沒幾個。嗯。他們都會看節目哦。迄隻台片，啊用落去剪，也係日式片那樣。一台片吧。一台片啊，我媽曉得用也係重點哦哈。哎，我請師傅給你幫忙一下吧，師傅你幫我看一下。不會洗。唔怕誰的？要不給他，他不怕誰的哦哈。它太水，它不能黏。要給繞啊！師傅的這很厲害。好，按右手。哎呀。而且可以許負責咯，等下邊面係未係你負責咯。邊面係甚至。符合到啦哦。師傅，請問個錢冇貴冇？50。好，不算必找，等一下。冇按價。冇按價。我們等下回來再請師傅幫你點面，好不好？做得好。係啊，師傅。梗係使我。好，等下過多進來。哇！什麼意思？哦！你吃嘛？你吃嘛？你吃哎，香香姐，這什麼有沒有好看哦？胡椒鹽，胡椒鹽，對，胡椒鹽再多一點，再多一點是吧？好，胡椒鹽。客家人聽說哈，小時候不是吃奶粉，是喝胡椒水。那不是哦，我不是哦，俺沒有。那個盒子有什麼技巧嗎？我得給它浪掉呀嘿。有技巧？真的嗎？哦，來，師傅請教一下。那好了，我們剛剛那5秒鐘，你也這邊5秒鐘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嗌女麼？我客家。師傅失敗。哇，夠受開了呀！手動開啊！係。哇，看，師傅就是師傅，一定要夠多，這樣唔會散嘅。緊雙你要鋪一個保鮮膜，其實唔會再黏黏細細個。哦，你有真的是。師傅就係師傅啦，哈！哦，懂
奖呢。可以量海吗？哦，量好了，按油烟哈。来喽，来喽哈。尝着我们一家之主的招牌哦。好了啊。来。1、2、3。总算停。好嘞，好。那你等下做的甜豆店，我要先放海苔。好，要拉倒哦。其实小朋友就会按用天呐。一个香香的香菜。来，轻轻压一下，哎，好，轻轻的，好，可以。有实力哈，这叫青出于蓝。煮后8类煮后尾嘛哈，煮料摆盘。那再点缀一下，基本上我们已经完工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救蓝队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hem 师傅来变，甚至帮忙一下好，看一下。该时节选中形容办了阿婆讲哦，昨天都穷下上节目哦。没有想到，哎，我看你会做菜的也没几个。他们都会看节目。哎，我会看哦。好，了解。如果说你要用变，做唔会变，做得老了解啊，盘的啊，咁你不用下來等等。也是要片行了剪，應該要變多了。一開始應該多啲油就做唔痛到，我驚會錄到手術啦，然後就好咧。啊，一下。啊，用就多。他再溜回去。哦，用就好咧。人家叫進攻式一撮咧，一撮咧，嘿。哇！等一下，最不会米盛盘不要散掉哦。没问题啦哈，因为其实有一些草莓烤好吃。哇！赞！有点锅巴就对了。那老鸭摆都上我们腌就好哎哈。好，马上来倒身喽。好，夹来。烟草马上来倒身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，都带奶煮嘅料理，卡站掉喽。来，先喷气卡种上呀！哇，按澎湃哦，真劲到厉害呀哈！好，加酒前对安利风吹来声，我们现在分菜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还要再分小啊，那个我太小了。好，谢谢个爱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演习有谁吗？你那个不是一些吧 ？OK， 谢谢。好，来吃吃看那喽。来，开动。硬吞黑蓝水。好香哦。哎，日本嘅盘子嘛，佢會變到用 QQ 啊，真勁係 Q 班呢。真的。Q 班哦，哇，超級好吃，最主要係食粉的香，懂有层次，大红色彩都有白的。那这个哈，我们当中吃过青豆油饭呢。来，金菊姐。金菊姐。哦，然后是比手后色，真的都呛。那你会选我们吗？不会输那个油，就是那个糯米的油饭。真的不会输。我可以有这个第2个行业了哈。哎，走的。油饭哈，香的油饭。哎，会大赚哦。台港好就挺非常期待哦，金曲姐做的这个键盘饼，沙沙来吃款，而且是沙黑是太地哦。这不用蘸酱吗？平时跟摸酱，就要吃它跟地背的软香，然后跟菜脯香。这个煎的有漂亮呢，很像那个韩式煎饼呢，什么？哇！我知道为什么盛隆好食阿婆嘅肉皮馆呢。烤。对，不会讲哦。跟韩民主又问讲，哎，我问买酱吗？完全不是。跟地背的菜脯是冻又梅，唔会够憨，这很厉害呢。嘟好，虽然跟他看起来肉都有烧，我说实在，作为队长有点小紧张。我也烧啦。但是我现在心中哦，如果我有5分，就是5分给金菊姐；有10分就是怎么样？10分给金菊姐。9分，因为不要让你们输得太难看。真的，真的好，适当那个谁做一粒皮嘅，唔講呢，生下來。行去來個師傅喺用班嚟上班啦吼。像兩句開始吼，師傅打生嘢都有散粉，1到3分看樣半幾多粉。先來看下師傅本風吹係幾多分，搶本分數。哦，都係2分。來，4分。哦，4分，錯。加上計下嘅2分，總共係6分。8分吧。你數學真的是一級棒棒一級棒呢。好，等下讓強師傅搶分復出。
解释一下吧。我先讲两片好，讲公平。我为本两片的想法是讲，佢解是民主体长讲的，佢炒每一层的层次是炒出来，迄个条是佢甲朋友用到冻均匀啦。解梅头解胡椒粉真的是灵魂，搞到冻到还有梅头，所以我本两片。啊，两片是冻可惜一点是讲，佢解含冇解层次感。你像我哋哋个炒个菜脯到香菇的时间，哦，做咧炒下球的。哦，那阿菊师傅应该建议系乜解？好，我要本了个风推两份个迄，伊个料理这个香味这种炒得出来，还有个层次感啊。底度呢有个香菇嘛，还有懂多个好像红葱头啊那个香味，还有底度。淡薄呢，就大概乌鱼子，所以讲呢，大概整个料理它的层次感非常的鲜明。那冷推呢，马总总好吃，其个饼呢煎到脆脆，啊，不过有一点稍微可惜的一点，就像起司傅讲应该脆骨啊，所以讲就这锅水，啊，唔会按咸，啊，不过你做的用那个煲的个温度啊，那种持续不会炒较久的水嘞，一个咸味就会做出来了，啊，大概煎饼呢就会有吸到个脆骨个香味，还有香菇个香味，感谢。不过汉尔本进球这瑜伽擂台的奖项，因为这个不是瓦斯炉啊，对不对？哎啦，行喺煲嘅嘅冇問題啦，哈，唔怕，等下看有幾筆送煲嘅分點。而且我說有講笑話加分，你忘記了？你就準備哦。經過按道館嘅挑戰，成績已經出來，你馬上出來頒獎咯。成績已經出來咧，哎。鳳吹中槍得到嘅係6分，南吹中槍得到嘅係4分。4分哦，3分啊！你什麼系畢業的？但是我覺得你僅僅動石南吹，你看他加2分，就現在頒獎。可以，做得嘛哈。嗰時候鳳吹姐來頒獎，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昨天同媽媽去食飯的啦，吃大餐啊！邊個來？本年都有獻上嘅書姐為多咧哦，把欠吹得到係限量炫子豆貢呢的不沾3鍋4件組，來，跟你團一下，1、2、3，啊 TC 天係到哪？不貴。答對，又答對了。哎，可是我們香香很愛紫色哎。哦，那就羨慕咯。哎，航白漢走得都會參賽啦，對不對？再一次。那個真的好好哦。金菊姐要笑一下啊。先來看一下，先嘅貴提名嘅鳳吹先湯，向指導大家分享一下你拜參與嘅心得，好冇？非常感謝哈，一家之主邀請我哋兩姊妹來參加，也做出來嘅比賽，也係我哋體罰6樣呢，真是鬼聽哦！我哋就想講，係咪可以拿獎金回去？大家有談過，那個一個廚房容不下2個女人，平常時那個做下都會炒絲，佢冇炒絲哦，還得到那個獎項哦。我就非常感謝有個機會，做得陳媽媽向下做吹。好，找過來訪問一下哦，今年有希望啊！我覺得金菊姐帶來很多節目的亮點，對，她就很有智慧。嘿，所以莫怪你看，就得做出按澎湃嘅料理，對不對？今年參賽要買感想咯。當我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，本來當緊張，因為主持人安排帶落啥唔記得緊張，忘記的部分真的很棒，而且我覺得盛榮最優秀，家下還唔記得我小解講。除了唱歌以外，佢還係主持人哦。哇！今日老阿婆強下來參賽，有咩感覺咯？我所動難得嘅機會，因為平常冇人家會煮飯，尤其係同阿婆強下，而且還在節目上煮，哦，真係很印象深刻啊！得到阿婆跳住轉去台南繼續來練習，然後同阿婆來學習傳承客家嘅手藝。哦，你講嘅哦，大家要談到哦。依家之處呢，最主要嘅就係愛希望透過煮料理傳達出不卡人啊，大家都有好朋友之間透過料理傳達出愛。故此我們希望電視機面前觀眾朋友看節目嘅時節感受到料理嘅小暖。係啊，所以你下做埋事情，日日打天發來報名參加呢一家之主嘅比賽哦。冇唔走，依家之處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旋風台大，旋風，進球哥，你今天遊戲王。